请收看大师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哪会发烧啦？怎有当时发烧的？我嘛唔知影，拄则我睇洗身躯时，才发现的。可能是去感着啦。我去诊所摕一寡药啊，你紧来吃哦。阿蛋，我问你，你甲阿妹到底是啥物关系？我刚伫遐找你的时阵，你甲阿妹讲的，我拢听到啦。我要你的解释。我无啥物好解释。无啥物好解释，啊是你听无啥物解释你？你讲。我无必要解释，因为迄拢是过去的代志。你事事行为着阿妹，我本来阁想讲，你甲阿妹甲兄妹的感情，啊毋过你两个竟然……竟然安怎？我甲阿妹两个人绝对是清清白白的。为什么你还在意阿妹？啊？那这款代志都过去啊，为什么还无感觉你对我？你讲啊！为什么啊？你讲啊！春娇，你较冷静，较冷静的啦。你到底有爱我？你好好讲啊！莫春，你到底有爱我？莫春，你讲，你好好讲。春娇。事到如今，我也袂用对你讲袂残。我会娶你，是阮阿母坚持。我根本都唔捌爱过你。我唯一爱的查某囡仔是阿妹。我对不起。毛春，你别走啊！我叫你别走，别走啦！我叫你别走吧，毛春。我不应该娶孙，我应该娶的人是你，我应该娶的人是你，我应该娶的人是你。系啊，你也还袂困啊？你餐厅大开啊？你也袂困，还是你差点。哈？嘿啊？
是安怎啊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你过来阮平价遐久啊，害你食遐济苦，搁受遐济委屈。嗨，其实吼，我过来平价，我感觉真幸福啊。你食遐济苦，搁受遐济委屈，安尼叫幸福？有苦才有甜啊！搁你甲我疼惜，我当然嘛感觉幸福。原来是安尼。听到阿梅的回答，阿海笑出来啊，因为伊相信阿梅所讲的话，伊相信阿梅袂骗伊。迄一暝，阿海困去了后，阿梅并无休困，一直到天光。阿梅确实无骗阿海，因为伫伊的心肝内，已经下定决心，要将伊甲木村中间的往事放袂记哩。虽然这款的决心是掺着另外一款，伊永远拢讲袂出来的疼。阿梅，阿梅，春条啊，春条，你是安怎啦？我问你一件代志，你一定爱坦白甲我讲哦。什么代志啊？你甲木村到底是安怎啦？什么代志到底是安怎？你莫搁假啊！昨晡看到你甲木村两个人做伙，你有哪解释？你讲啊！你两个人这么亲密，一点仔拢无亲像兄妹啊！若准讲你两个无啥暧昧关系，我才会相信啊！春条啊，我甲我阿兄，阮两个虽然毋是亲兄妹啊，也毋过自细我就一直甲伊装作我家己的阿兄同款。春条啊，阮两个是清白的。你两个表面相信兄妹在对谈，啊，毋过我看得出来，你两个早就依赖，对毋对？春条啊，阿妹，你这可爱，你甲我骗足清楚，你知无？春条啊，我无甲你骗。春条，你莫。我袂冤枉你啦！我若是无凭无据，我哪有敢安尼讲呢？你知影无错安怎甲我讲？伊讲，伊中来2摆过我，因为爱啦，是你。无错拢承认啊，你就免搁搬去啊！我看你嘛对无错有意爱对无？若无无错，袂讲出这款话啊！安怎？叫我摇着哈？你无话通讲啊哈？春条啊，代志毋是你想的安尼，你听我解释好无？我袂听啊！我来毋是要听你解释，我只是想要问你，当初为什么要甲我甲无村两个杀作对？你甲无村的关系，你为什么毋较早甲我讲？我若是较早知影，我就袂去嫁互一个无爱我的人。阿妹啊，你是我上好的朋友呢，你哪会使安尼对待我？春条啊，咱两个自细是上好的朋友，我哪可能欺骗你啦？春条啊，我甲我阿兄，我两个真正是清白的啦。你两个根本就毋是兄妹啊！你莫搁骗我，我无你这个朋友，我永远拢袂原谅你啊！阿母讲的一点仔拢无毋对，你敢会甲恁家带来不幸？对今仔开始，我无想要搁快乐你啊！
你醒啦！你醒啦！哎呀，哎，你，嘿嘿，叫爸爸。嘿嘿嘿。哎，你那规身躯烧滚滚啦！你发烧呢？嗯。哎呀，我都人感觉神神，嗯。要紧啦，我倒一下就好啊。啥物袂要紧，啊人破病就是爱看医生啊！行。啊，你啥物破病啦？阿妹咧发烧啦。啊？对啊。哎，乖，哎，啊，伫发烧，啊，你唔着赶紧甲带去互先生看讲。安怎哟？哎呀，唔困哦？对啊，足久啊，佫唔困。来，我看者。安那抱哈？哎呦，我一个金孙的，哎呦，乖咧，我看咧，安那唔困啦哈？还是尿珠啊澹去哟？我头早甲看的，流水佫大呢。安尼哦？可能啊，即摆佫有一个发烧呢。哎呦，小可好好就对。我来看卖啊。敢若比昨昏搁较烧呢。哎，安尼免啦。我抱静文吼去诊所注一人烧，安尼较紧退烧啦吼。啊，敢若注射尔，敢有效？若是佫袂退烧，啊，送伊去台南病院好无啦？免紧张啦，静文吼可能敢若是感冒尔。哦。哎。紧啊，我食过便药啊，规时啊就好啊。你看你迄流疹汗流甲安尼，啊规身躯搁烧滚滚。哎呀，我是敢若感冒尔，我小倒一下，我都拄好食过药啊就好啊，叫我困者就好啦。哎呀，阿妹，我看吼，我来去叫毛顺大哥来甲你看好。吼。唔好啦，啊你这话莫去人搅了啊！我甲你讲过，我著困者就好啊，你莫去啦。哎呦，阿妹啊，毛顺大哥遐尔啊疼你，伊万一若知影讲你发烧甲安尼，我无叫伊来，伊会生气呢。你即摆着听我的啦吼，拜托。哎呀，啊，厝内嘛，你甲我顾一下吼。哎呀。哎，哦，你无叫人讲者，啊37度半，烧较退啊。公妈保庇，平安无代志就好，平安就好。无准啊，咱是甲静文送去台南病院好无？啊，烧有较退啊吼，暂时无这个必要啦。啊，毋过做一个检查嘛较安心啊。毛顺大哥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！毛顺大哥，阿海啊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毛顺大哥，我阿妹哦，伫暗头一直发烧到即马拢还袂退，啊人我一直倒伫面床顶爬袂起来。拜托，你敢会使去甲伊看一下啊？你等者，我入去传物件。阿海啊，阿妹敢是真正破病啊？嘿啊，无剩甲阿妹的代志，你敢问过伊？我即马哪有心情去讨论这个问题啊？阿妹是你的某，你是杨婿，你若连家家某拢歹管的。就因为阿妹是我的某，所以我唔才会相信伊。春潮，你应该嘛是甲我同款啊，啊相信毛顺大哥才对嘛。你，阿海啊，咱紧来去。无准啊，静文过来发烧呢。静文的烧已经退啊，阿妹的状况听起来敢若真严重。阿海，紧来。静文是咱的囝呢。阿妹是我的小妹。阿海，紧来。嘛是安尼哦，乖乖困，安尼哦困哦。好，乖，好在。春潮啊，啊，拄仔是谁来？哦，是阿海啊啦。阿海啊，阿海遮毋来要创啊，有代志上。阿妹破病啊，阿海啊来找毛春英姐。阿妹啊，咧破病哦。啊，无出去咯。伊敢还有赶去啊？哎，遮拄好啦。他最近是咧安怎？遮济代志，拢当时咧发生是安怎？阿妹，
呀，歹势呢，搁咧走一逝。免烦恼啦吼，恁倒去休困。哎呀，其对实呢，我无啥要紧，我是敢若小可发烧安尼啊，骹梢安尼安尼啊，无要紧啊。啥物无要紧，啊，你家己是护士，你应该真清楚甲对啊，小病会变大病。对啦，你著听毛顺大讲，紧倒，休困一下啦。阿兄，我听讲舅母安尼发烧的吼。乖咧，阿妈烧呢，你困无？困呢，吼。好乖。啊，哪会阁烧起来？这无春哦是咧变三梦啦，家己后生安尼咧辛苦鼻涕，啊一出门就唔知影通好转来。你若阁烧到安尼，你还阁要去？我看煞就睡倒来。这情形哦，那真共款。阿母，啥物共款？无春恁阿姊要往生迄个时阵，恁倒嫂原来是去甲人往亲。这情形到即马就是安尼共款。乖，阿母，规气我走一逝，甲毛准找转来啦。哦，天气较细腻啊哈。乖啦乖吼，伊啊乖小啊，爸爸要转来。阿海啊，买药啊吼，爱记互阿妹食吼。我做啦，若我发烧哦，迄内底圆规粒药啊退烧嘛吼，啊4点钟食一解，药了交代我拢记甲条条条。啊，你迄讲甲袂输啊，足够的吼。免你讲啦，人也袂伊知啦。阿红姐，我先赶转来。阿妹，你好好休困哦。哎呀，迄顺行呢？休困一下。我嘛有你来呢，啊我唔知影要安怎发啥好。对啦对啦，好你较早你来啦。阿梅迄边吼，真好遐紧，感谢。咱拢是亲情啦，免遐尔啊客气啊。春婷，发生啥物代志？静文小愈来愈厉害啊！伊即摆一直哭袂停。咱紧转来去。紧啊紧啊！大哥，囝唔知要紧无吼？天公伯啊，保庇保庇哦，唔通有代志哦。要若无就大落为咱遮来咧。真啊，快紧嘞！进门吼烧要到40度，拢烧袂退，紧甲煮一笼退烧的，快紧嘞！退烧药啊伤强啦，我出门的时阵甲替进门煮一笼，伊还阁细汉，我惊伊袂堪的。要安怎啦？安尼烧袂退，烧了头壳会烧歹去啦。阿母，你用热门烧的水来进门上过7次互伊退烧，我打电话叫车来进门送去大安病。好，紧嘞！医生，医生，啥物代志啊？有叫破病啦，医生来啦！医生，医生啊，阮囝是着啥病啊？可能是小儿麻痹。小儿麻是啦，这款镜头目前长咧流行，在医学上目前无啥物药效通医治，而且伊以后行路可能会无方便。这林秘书，你嘛拢应该了解才对。我袂，还是袂当。都是你害的啦！叫伊较早送进门到医院，你竟然为了阿妹来耽误着。那会囝甲阿妹之间，你选起的是阿妹。你讲你无爱我，不了解。我本来讲嘛讲，咱会结婚，还有一个囝，还有囝会当挽回咱两个阿母的感情。如果我今晚完全清醒，我绝对袂原谅你，任何人拢袂原谅你。阿妹，啊，你家己咧雄雄讲讲啦，
莫唔紧讲是。哎，一个歹消息啦！我进门我发火烧过度，讲着着小李麻痹啦。我看伊哦，这世人可能无法度正常行路啊。迄个暗，去甲阿妹看病的时阵，我心肝内头一种歹结条。我这心肝头安尼皮薄切，感觉足袂安心的。迄种感觉，佮亲像是你若试过身去的人共款。每一摆拢是为着别人，咱人家都爱付出着悲惨的代价。恁阿爸半暝啊出去甲人看病，也无管恁阿姊发烧有退啊无。啊你咧，你无顾着你家己后生伫咧病痛，你著拼去看阿妹，同款拢嘛是破病。是安怎别人永远都比家己较重要？你若姊过身的时阵，伊还袂多济，啊你后生咧，你都还袂学行咧，到注定是一个歹脚。这细汉的囡仔，是安怎都爱受一款病痛。以后摆若行路，是要用甲擦，还是着爱行快啊？若毋是你去拖着时间，咱早就会当将进门送去大病院啊，嘛早就会当检查讲伊倒位啊咧艰苦，安尼一切。毋都好代志啊！安尼毋都还阁有一个希望，敢毋是安尼？你常常拢讲我自私，我可能也为着林家伫咧设想。不过我即摆要甲你讲，我自私敢有倒位毋对是？你将我一个金孙害到变安尼！我自私是有倒位也毋对是？为你袂车袂开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母，翠萍，阿母，你过来创啥？进门咧，进门我入去看一下好无？免啦。你我入去看正门一下好无？啊无，我心内足不安的呢。你敢有良心不安哦？进门咧发烧，伊老爸囝拖去替你看病，照顾你的时候你敢有不安？你无，不安是我甲阿母，因为阮无办法无出头伫厝，搁带囡仔身躯病，搁无办法控制囡仔病情，搁目睭紧闭，看到正个发烧，搁无办法救伊。阿妹，自头到尾，你敢想着阮的不安？你听我讲，我袂听啊！春丽，无你听我讲好无？是我来找无存大好，你嘛有看到啊？你若要怪就怪我就好啊，你哪会当怪阿梅啦？阿梅根本就毋知影正午发烧的代志，你知影无？不过我即摆有误会阿妹，已经无重要啊！啊无你是安怎无往看正文呢？会啊！阿母，我不找你看正。阿母，阿母，我求你，我另外你看一下我阿母。你无资格救我。阿妹，进门已经互恁害啊！
伊一世人拢甲人袂比拼的，安尼还佫无够是无？我不准你看伊。阿母，阿母，快叫我！我承担袂起。自你叫我这声阿母开始，阮林家都毋是以前迄个林家。叫我这声阿母，互我安尼一点一滴慢慢失去幸福。你带予我，并毋是真正的快乐甲希望。你唔免叫，我不准你叫我，我永远都不爱看到你。阿母，我嘛无爱看到恁平家的人，你拢甲我出去。阿母，你心嘛是你的孙呢，你敢真正忍心无想要看伊？阿梅本来就毋是阮的查某囝，你性命也是我的孙的。从今以后，阿梅毋是阮林家的人，林家嘛无伊这个查某囝。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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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母。春条啊！啊，恁两个是走去对啦？啊，我有着急的代志要甲恁两个讲呢。阿爸，无啊，你是欠人个钱，是去用倒笑啊？啊，一个面啊，结果秘书官强尾也要拍过来咧。无啦，阮拄仔有去林家。恁有去林家？安尼，恁已经知影进门啊，遇到迄小李妈咪的代志啊？哪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代志？啊，是讲恁去林家哦，啊，拄着先生娘啊，又敢有甲恁讲啥哈？先生娘就一直责备阿梅啊，讲啥物所有的代志拢是阿梅害的，佫毋肯互阮看正文。等到要甲阮赶出来呢。我所烦恼的代志吼，也是发生啊。阿梅，莫怪啦，莫怪你会遮艰苦啦。是讲吼，你也免遐尔伤心啦。阿爸哦，才想一个办法来甲钱嘛，解释一下详细。爸爸，阮阿母即摆真生气你，小人起来讲阮无效。阿爸，我看你也免去。什么唔免去？林家虽然是你后头厝呢，若是发生什么误会，也是愈早解决愈早好啦。阮阿母这边对我怨气真深的。先生娘啊，个性我了解啦。虽然伊是较固执啦，较倔强啦，但是别人讲的话，伊嘛无一定讲听袂起去啊。做你放心，我即马来找伊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恁放心啦，即摆虽然毋是咱平家毋对，毋是阿妹啊你的毋对，要毋过拄着即款代志有理也是讲袂清楚啦。毋管安怎啦，先生娘伊要叫我甲回信的我也甲回啦。伊也叫我磕头，我也甲磕头啦。只要先生娘伊会当谅解，伊也要叫我做啥，我拢愿意啊。阿爸。钱嘛，钱嘛，钱。春条啊，王伯啊，春条啊，先生娘敢有伫咧哈？阮阿母规暝拢无困，即马咧房间休困。你找阮阿母有啥物代志？是安尼啦，我是为着阿妹仔代志，想要来甲先生娘回一个啦。
啊，较需要的，你甲叫一下好无？免啦，你嘛莫安尼。啊，即门啊发生即款代志吼，啊，阮嘛感觉足遗憾的，足艰苦的。啊，是讲即款代志，啊，你甲恁阿母啊，拢索索落雨阿梅啊，安尼讲袂过啦。那照你安尼讲，就是我甲阮阿母毋对咯。毋是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我是想讲吼，啊，代志都已经过去啊啦。啊，我嘛知影吼，恁心肝也真艰苦啦。啊，毋过话讲倒转来吼，啊，你嘛爱替阿妹啊想一下。啊，伊敢愿意安尼哦？你都毋知咧哦。阿妹为恁遮转去哦，啊是目屎流目屎滴哦。凡事哦，心内比恁较艰苦了。你免伫咧遮替伊讲话啦，这一切拢是家己做得来。嘿嘿，你讲话哦，毋通遮险啦。阿妹爱破病，伊敢有毋对？伊咧发烧的时阵哦，迄人是艰苦到要死啊！啊，伊哪知影讲无村少爷甲进门啊放的，啊来甲看病。迄尾伊早的心肝嘛足着急的呢，啊嘛苦讲无村少爷紧转来啊。你后袂讲，伊苦袂当无村一直留伫咧身躯边。原来阿妹伫咧你面头前，计啊亲像是好心不共款，佫真熬，真正熬哦。春潮啊，啊你即摆咧讲啥？我听拢无呢。你当然嘛听无。阿妹从伊甲无村两个斗阵的代志，暗藏甲遮尔吧？你当然唔知影。啊你即摆咧讲啥？阿妹甲无村少爷啊，这哪有可能啦？你唔信？你去问你囝啊。啥？啊，阮遐原来知影即件代志哦。伊唔哪知影？伊佮到做伙伫咧海边亲目睭看到阿梅，甲无村两个老男人伫咧做相亏。阿爸，你是安怎啦？回去遐大创啥？你甲我讲，无村少爷甲阿妹啊，因两个中间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阿爸，你讲啥我听拢无呢？你搁点仔地气？迄村长是拢甲我讲啊，迄无村啊甲阿妹啊，点仔海边啊南做咧做生气，你甲村长拢有看到，敢毋是？阿爸，代志就毋是你想的安尼啊。哦。你早就知影，啊！我甲你买暗砍，这个阿妹啊吼，是后尾袂见效，我找算数。阿爸，阿爸莫安尼啦，阿爸，阿爸莫安尼啦，阿爸。啊啥啊？阿爸莫安尼啦。我是我心不会用，我替你出气袂用。哎呀，迄乌龟我用顶到你头壳尾顶起去啊！你是要做乌龟做偌久啦？阿爸，我相信阿梅甲毛村大哥之间已经是亲别的啦。因两个只是感情较好的兄妹尔，因并无做出任何暧昧的代志。你啊，听我嘛，听我嘛，听我你即摆咧讲什么话？你是巧讲，巧讲讲到迄话，你袂拢听袂入去啊啦！哈！你出门要你某出我讨个遐，人工甲你的房间是算任何人？阿爸，你讲话哪还歹听啊？迄阿妹甲毛村大哥根本就是清清白白的嘛，你为什么要误会伊呢？啊好啦。就算讲因较早有发生过啥物代志，迄嘛是已经过去啊。阿妹即嘛是咱皮家新妇呢，咱一定要相信伊嘛。你这无路用的卡条，你冇发生这款代志，啊你还阁滴点点，是造谣，无路啦！阿爸，莫安尼啊，阿爸。拜托你啦，爸。小玲好了，乖了，好，好乖乖乖，来，阿爸，好了，乖乖乖，小阿妹小。
伊人咧无爽快，我袂得着伊啦。快点点叫阿公哈，叫阿公来，叫阿公，啊，乖乖乖，你先乖哈，莫哭莫哭哈。这还不拿路？阿爸，快点，我来。阿爸，阿爸，你让我讲一个阿爸。阿爸，你听我解释一个啦。我拄啊吼，向我看到阿妹啊，我跳落去，囡仔叫我阿公，好，我一个心仔就要跳出来，要骂啊骂敢会落。我知影妹是一个好媳妇啦，我毋知要找先生娘解说者，想袂到哦，我无去拄着先生娘啊，煞跳落村头啊，讲一寡遐有诶无诶。阿爸，哎呀，我已经老啊啦，恁两阿某诶代志哦，我是无爱管啊啦。要毋过你都爱看诶，爱我多忍受啦。那安尼吼，连一句话我都无想要啰嗦啦。阿爸，要毋过吼，歹听话吼，我也是要讲正经啦。恁阿某诶代志，我虽然是无管，要毋过其实吼是咱平家骨肉。较输阿妹吼，伊若是有做出什么见笑大诶代志，来影响到我诶金孙，我是无像今仔安尼放伊煞哦。到时阵你就毋通怪我哈。阿爸，阿爸。你在我家干什么？抓起来！哎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偷偷摸摸敲开我家大门，我还没找你理论呢，你居然叫人把我抓起来，带走，带，这是我家。伊一狗仔先生，你讲的是市川正孝？伊咧日本是治疗小儿麻痹的专位，我想要麻烦你，透过病院甲伊联络一下，找伊来斗相共。若搁拖落去，进门的脚可能就无法度啊。你免烦恼啦，我一定想尽办法替你去找到伊的。多谢你。咱两个之间哪有遮客气咧？若遮客气，就生分啊哦。我来办公先看卖，敢有市川医生的联络资料，先煞叫日本的朋友斗找。你稍等我一下。所以是，这个时候江大赛会在什么地方？应该下班登记一下。什么代志啊？调查局有人来了。哈？调查局？第三，你这个来甲乡改革，我让咱先去拼。也毋过我病院内底还有代志呢。咱是去拼才红头哥拍算，你想看卖啊？伊唔知我伫遮呢，一定是来找你的，你无拼是无影的。进来。江大赛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开门！对下面，开门！把门抓开。你俩顺序，从外面去，走。无错，无错，这啥物安怎？确定是谁？我绝对袂叫抓到。也毋过病院，不过，你暂时也莫登去病院，你去找个所在哦，不要红头。大山，较坚强的，你爱相信咱做的哦，绝对无唔对啦，唔通受到人威胁哦，咱就救起来。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可能会出代志，也毋过你偏偏啊都唔听啦。可能会出代志，世间的可能性哦太侪啊啦！你行路吼会去石头啃死，你若塞车哦会去弄死。大山，那照你安尼讲吼，你永远都莫行路，也莫塞车啦。咱做一个读书会，爱去人掠去看，这敢若台湾有啦。政府乌白掠人，是政府的唔对，你哪会再翻过头来怪我咧？好啊啦，我即马无想要甲你讲这个代志。
咱两个若是做伙行，我想目标会比较较大，所以还是分开行较安全。好啦，入去后你千万唔通转去，先找所在好避开。大山，以后若有机会，咱搁再联络。保重。江医师，这么晚了在散步吗？要不要人陪呀？为你袂吃袂困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这暗嘛是谁哈？你看卖啊。来啦，我才饲像啦是安怎？你别冲下！你唔通乱来啊！你别做啥？你别冲下！你别做啥啦？我问你，你茂春人呢？他回来过没有？阮无出有回来，无是甲你请地台啊！你即摆是变衫要来敲阮兜，你即摆甲我出去，这时甲我出去哦！阮囝无犯罪啦。谁说他没有犯罪？他触犯了叛乱罪，私下聚众，刻意滋事，我们怀疑他是匪谍。他这哪有可能啦？阮囝正正当当咧做医生，伊毋是参像你讲的安尼啦。那是你说的，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，可不是这个样子。报告没有，报告没有。茂春如果有跟你们联络的话，替我转告他，叫他不要费事了，再怎么躲也是没有用的。早晚我一定把他抓出来，劝他还是赶快出面自首，或许能够减轻罪行。要不然，我保证一定让他死得很难看。走。阿婆啊，小唐，蓝局长早啊！早啊，有事吗？当然有，而且还是大事。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展开逮捕行动，包括江大山、曾明义还有郭承德3个人已经全部逮住了。是吗？可惜啊，还是有些漏网之鱼，包括了林茂春，还有吴玉梅。局长，接下来我希望你们警方能够配合行动，将这些叛乱分子一网打尽。怎么了，局长？瞧你的脸色好像不乐意啊，有问题吗？小唐啊，要我逮人，总得给我点证据吧？证据？你放心，抓到了人，自然就会有证据。不行，你这是违反程序，我不能够让你们无理取闹的滥捕。你要抓人，一定得证据，不然的话，你们这分明是蓄意啊，陷人于罪。这种事情我干不出来的。你是干不出来呢，还是不想干？您不配合没有关系，我想警备总司令部总是会协助的嘛。只是，局长，我可要提醒您，您真敢不配合，那就摆明了跟调查局过不去，得罪调查局的后果，你应该很清楚啊。你是在威胁我？局长，您严重了，我只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万一不幸哪天刚好整到你，到时候您可别见怪。局长，我言尽于此，你自己看着办。
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爸，你看，上出来，出来！是我啦，阿海啊，阿红姐啊，无存阿我，你哪伫遮啦？啊，你若调去遮来啦。阿红姐，是的啦，我就走投无路，才变个食。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调查局的来了我啦。是啊，调查局的哦。阿爸，较细声啦，你万一有人听到要安怎？啊，总共因无听到啦，啊，甲看到人嘛是共款惨啊。阿红姐，真实的啦，我马上离开。我绝对袂去连累恁爸仔囝。啊，毋过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麻烦阿海啊，留我斗相共。出去看顾袂要紧，我若做会到的，我一定去做。我麻烦你吼，去阮兜走一转，然后阿母讲吼，我平安无代志。这简单啦，我马上就去。我不准你去啊！爸，无剩啥啊！啊，你遐声声句句，啊，讲无要连累阮爸仔囝，啊，你即摆说，叫阮海去做这种危险的代志，这万不了去互调查局查出来，讲阮海替你去传话，啊，你敢袂来连累阮海啊？爸，你想太济啊爸！啊，恁爸无想到袂用了，这是关系到你性命问题咧。啊，恁袂讲你即颗狗囝尔呢？啊，毋过阿海啊，莫搁讲啊，阿红姐啊，真实的，我即马来走。小等下啦，我虽然无要互阮海啊去，啊，我也无甲你讲我无要去啊啦。无存啥呀，我替你走一段啦。好啦，迄过去228的时哦，啊，我就讲用我阵啊载你去厦门啊，这套算啥？原先哦，注定我爱做大英雄啦，想袂到，我若遮勇敢哈，有当时啊吼，我嘛真佩服我家己了。对不起哈。阿红姐，多谢你哦。我甲你讲，这件代志哦，若交阮阿爸去处理哦，绝对是妥当，做你放心。电道理啦，你即摆有啥物拍算无？用个味就味啦。讲实在，一时我嘛毋知要去味个倒。来阮搭。大人啊，阮也无犯法啦，你那是在创啥？吴玉梅，我们是来抓你的，你的名字就在这张名单上。真多谢你了，没有这些文件，我讲唔知啊，潘正一定能安会做呢。你真怎要甲讲啦？你哪要甲讲物件藏伫倒位啊啦？你安尼做，你害死无存，你知无？阿妹啊，搁无春晓这中间的代志，我那斟酌甲想想的哦，这有影呢，这无春晓啊，甲阿妹哦，因哦真正有这个感情哦。是阿妹暗藏的这个代志，这一切都拢袂发生啊！你若是要将阿妹当作是你的媳妇，这我无话讲。啊，不过阿妹，你可能会为阮林家带来不幸的。从今以后，我绝对袂让你做我的查某囝。不要跑，再跑就开枪了！天光不敢起床，不愿将梦下长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想阮，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
情。